2016台中東勢新丁板節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熱鬧登場。今年嘅主題找回原味，延續傳統，走向國際，邀請來自中國廣東同香港嘅大埔同鄉會，仲有日本鳥取縣嘅民族團體一齊參加遊街嘉年華會，令到東勢嘅街道逼滿人潮，相當熱鬧。喺舞龍舞獅嘅帶領下，來自各地嘅表演團體一共45隊，大家一邊行一邊表演。其中仲有日本鳥取縣嘅藝能團帶嚟傳統嘅日本傘舞。另外，廣東同香港嘅大埔同鄉會亦以八仙過海嘅民族陣頭，同大家一齊喺街道遊行。今年嘅新丁板節強調精緻化同普及化，就係延續以往嘅新丁板鬥板比賽。仲有求子、求文昌，呢一次特別規劃千人遊街嘉年華，注入青春活力，邁向國際。台中市長林佳龍、客委會主委鍾孟梅亦受邀同樂。除咗喺客家文化園區嘅活動之外，元宵節喺東勢嘅文化街，另外有各廟宇嘅鬥板比賽，仲有創意新丁板比賽，仲有好多文化藝術體驗活動，內容精彩熱鬧。